这干嘛？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只要我看不到，你们就不能杀我灭口。不睁开眼睛，老子现在就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这。白大哥，白大哥，请受小弟们一拜。几个意思啊？我不会又穿越了吧？救英雄，起来说话啊！白大哥，听说你1个月之内干掉了2任上司，能不能帮忙把我们债主也？老债主临死之前，指定让他当新债主。新债主上任以后，每天就逼着我们干我们不愿意干的事情。我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！他这么厉害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刀，都对付不了？白大哥，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毫无人性、丧尽天良的人！二当家，有人闯寨！啊！你是何人？敢闯我山寨？你们2个上！刀下留人！